大家好，我係華夏 Game 嘅 Chris，咁好開心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比特幣市場嘅一啲趨勢睇法同埋重點嘅新聞。咁今個星期比特幣好明顯咧，價格係回翻落嚟嘅，從之前啦其實係超過95,000美元嘅水平，跌到去而家得翻89,000嘅水平。咁點解係咁呢？咁我覺得係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咧，最近啦美國一個好重點嘅一個法案係市場名詞法案，英文係 Clarity Act 咧，就係佢嘅通過係俾人延遲咗。咁點解呢個通過俾人延遲咗呢？因為本來係1月27號咧，咁就會進行呢個投票。咁如果一旦 Clarity Act 通過咗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比特幣呢個嘅監管咧係更加清晰嘅，因為而家市場上都係未知道到底係美國嘅證監會 SEC 去監管比特幣，定係由商品嗰邊嘅CTFC 去進行呢個監管。咁如果呢個嘅法案真係通過咗嘅話咧，其實係會有更加多傳統嘅投資者咧係抌啲錢落去比特幣度。咁但係啊，而家嘅 Clarity Act 咧就佢嘅通過咧就係有啲嘅阻滯啊。咁點解會有阻滯咧？咁其實咧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Coinbase 嘅 CEO 啊，其實佢就唔係好支持呢個法案嘅。咁佢唔支持呢個法案嘅原因就係呢個 Clarity Act 入邊其中有一條嘅條例咧，就係唔可以允許穩定幣去進行收取利息。咁大家都應該知道啊，穩定幣本身係唔會派息俾人嘅，咁但係咧 Circle 為主嘅穩定幣公司咧，就係透過呢個穩定幣可以每一年咧係收到數以幾億嘅一啲嘅收入。咁所以如果 Clarity Act 一旦通過咗咧 ，Coinbase 旗下嘅 Circle 咧，咁入邊咧就唔會可以收到一個嘅利息啦。咁而監管亦都係比較上係嚴謹啲。咁所以 Coinbase 嘅 CEO 咧就係反對呢個嘅法案啦。咁到底呢個法案會唔會去延遲咗之後會通過呢？咁而家市場上就預期大概2月中到2月底呢，咁可以去做第二輪嘅一個投票啊。咁所以呢，而家到2月中呢，喺比特幣嘅市場價格呢，都係一個比較上係空窗期嘅一個格局嘅。咁所以比特幣應該係短線同中線最近一個月啦，其實都冇乜特別大嘅催化劑。而且如果睇資金流嘅話咧，其實喺1月15號之後嗰4日咧，其實比特幣係連續4日咧係有大幅嘅資金係離開咗比特幣。咁所以如果大家冇貨嘅投資者咧，可以等到去81,000到82,000蚊嘅水平咧，先至係再考慮下吸納呢個比特幣。但比特幣都有好新聞嘅。就係今個星期有一個堪薩斯州嘅一個地方啦，美國係已經係開始去提議立法，可以用佢州政府嘅錢咧去買比特幣。大家記得之前啦，德州政府可以當佢立法通過咗咧，對比特幣係一個好大嘅催化劑。咁而且咧，今年咧2026年都係一啲傳統資金買比特幣一個好大嘅趨勢。而且如果你睇埋美國嘅 M2 啊持續攀升咧，呢個亦都好大有機會咧，就係流動性增加，係會令到啲錢咧係買翻比特幣。咁但係呢個 Clarity Act 呢個角度去睇咧，咁而家到2月中或者2月底咧，都未必係一個好嘅比特幣建倉嘅時候。咁建議大家等到佢比特幣跌翻去大概係81,000嘅水平咧，先至可以去考慮翻一啲嘅部署啊。咁今個星期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